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同大家来共同来研究客家嘅俗语花富林嘅由来哈。到底用讲法嘅花，也係画圖嘅花喏？這個本文嘅研究結果係先有講法嘅花以後，再來用畫圖嘅花，安尼來嘅。所以兩隻事都可以用。先後問題嘅出現，安尼啦嚇。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方便各位鄉親大家來讀客家白話語文，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安尼嚇。後來亦係對本文開始，談講在頭擺嘅頭擺，在每一個鐘頭可能係天氣風水。也係物創嘅關係，全莊人都當好後事，只是一個鐘頭本人安名為後莊，後事嘅鐘頭。同時出嚟當多後事不服他人家嘅後事果樹，所以列嘅莊名嘅白公下。有一條太陽樹下呢，就變成那茉莉案的奧斯幹一樣。一到奧斯果樹，有視為樹有特別奧斯本事本領，列西沙各有得封名號為福林縣、福林王。福林姑以及福林先生嘅四位人，有一日呢，一個福林縣、福林王、福林姑以及福林先生等四煞天氣不要，斜到太陽樹白公下來談天說地，種有限嘅眾鄉親也當到前來探看。小談看人嘅後事，變成像是台上有表演一樣，台下也有觀眾，一時就鬧熱起來。這時間，福林縣就講：人做人做事要有多見多聞，爭啲咧天下嘅事。尤其上人，有時也會有下子，下嘅人，有時也會變成有上等嘅智慧一樣。所以眾鄉親有限愛來列談看表演，講笑談，才唔會變成了善良案。有一日，一個後莊太陽樹嘅白公下，也一時鬧熱起來。當時莊中三位後事果樹白菜叢坐牆下，這時節公及白莊北面也趕從到位，又看到三位後事果樹菜叢。同時想到了三位後事果樹在以前所講嘅等三人，都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知嘅本事。莊北面就上書講唔定三煞有看過太煞後事麼？三煞後事果樹同時異口同聲講當然有，可能唔係可能，外人可能唔係可能，莊北沒有問。農夫嘅人呢，上到樣板線有看過嘛？三位後事果樹又同時異口同聲，有答太上講。當然有，莊北咪談嘅以後，就李強三位將農夫嘅
老夫人上到样板信，讲出来本众乡亲，大家来评语有样啊模样。夫人先讲，牙公太初下来到台湾，一来到处劝老夫，好家在本牙公太大势强强，所以今下更加台湾无老夫，同时将老夫人割下来，筛成副边买本人来屯补，列下仓库和屯那帮忙，所以夫人上到用百姓，世上无人比爱高内行的呀，也可以讲得爱是最低。我呢就领导一个夫人王国的时间，夫人王国啊，牙公太嘅阿爸吧。在影响体力，又学到武松大夫、穷大夫的功夫，所以大为当到老虎，并将老虎批发卖本香港的温金油公司做虎皮温金油的原料，同时将虎鞭卖本做功夫的插脚线呢，一家又过一家去卖，其他的留下来做传家宝留存多见，有限爱让带人大家来去看，所以讲到夫人，天下爱最内行，爱比头先嘅夫人先有个内行，我呢也还有领导。夫人故天然的强调的有讲，过去是竹马走上，而强人看诸葛来打，竹马张为样子，亚述公有咩系专精看诸葛，后来个学研究专精。既是出名的看副歌，并本人个性偏强，许多沿途看老副歌。当时为了胜利的关系，亚述公研究米摆看呢老虎马，只用一只小老虎的。控制数量与品质，所以亚述公不但出名有存海钱。退休以后，还将各种富国的人呢，设想供在奖品的行，市场调在私下边财调财秘密的房间里，故说。白养老夫人爱都非常的内行，当然不是讲爱比老夫王、老夫贤与夫人贤严格内行。当日上边在台上发表以后，各家互相不服，在台下在熬到连磨碰天。偏同属同局打起了，何家才装扮妹前来看货，同时又拄好夫人先生入来，这时间装扮妹开在问夫人先生讲：夫人先生，夫人上多让百姓。夫人上当用板件，有看过嘛？夫人先生，经过考虑就答复讲，当然咯，爱做先生都没做假话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实际上啊，
夫人先生对夫人上当用版型一无所知啊。总话咪讲啊，按伫手来做裁判好嘛？伊连三煞为了夫人上当用版型，三位国家互相不服，夫人先生就太胆答应讲啊，好，挨来做冇问题。夫人先生上台就讲哦，请叶三位拿纸同笔上台抗议啦，将人所提夫人上当用版型发出来。来三位面对七家，自己唔伫夫人上当用版型，也系太当上来发无。时间一到，夫人先生拿来一看，三人所发各不相同。夫人先发嘅像棒球嘅鼓呢，夫人王发为像雷水头嘅。夫人姑发挥像脚头兵，夫人先生看了以后，就宣布讲：三人说话都无侦查，错，话都真好。伊讲啊，南山北府各有不同，并顺序拿话个分大家看，大家看了以后。太少为往啊归队诶，最后就慢慢支持讲啊，原本伊的夫人论说论表演，长期来看，先生有花讲夫人，后来能有花图的花夫人。虽然夫人望夫人哦，但后是花是陌生人，也不可同属同脚来答应，爱好少有生气，同时不必上诉再追究。从今本日嘅花夫人、花讲话嘅花同花图嘅花夫人相当成功，希望大家。感谢伊，也就是讲啊，花夫人我有几个条件，就是讲啊，花是陌生人，第二不可同属同脚答应。讲到嘅夫人花，而好少有生气，同时大家唔好再上诉追究有样啊冇样，所以根本嘅。发出来嘅、讲出来嘅夫人啊，相当成功，希望大家。以上呢，就是本文所写嘅花夫人嘅条件同花夫人嘅人嘅性格係樣嘅，所以這個都本大家聽。大下嘅私人主解，一個請大家看一下嗬，冇錯嘅讀一下。夫人就虛假好勝。實際指老虎嘅理念。第二，頭擺是古時候，幾久以前。第二、第三，也係一個也係呢就好做事啊。另外個也係啊，就是講啊，同樣係啊，同樣係本人就被人家啊，傲視就是辯論的意思。也都就是也是，西沙都是虚伪也虚伪人，样板就是怎么样啊？怎么样？有样啊，没样，就是真的或是假的啊。公太，这曾子户，一乃就多出的意思，全就太部分，顿那蛮节目就对床啊，鬼蛮讲。忙慢就是很多的意思啊，慢到极限。天呢就是跟着啊，走上，北普讲走向就是发情啊，
养子就孙子啊，那个胜利就是生意啊，翕相就是照相啊，关于讲照相，奖品呢就是玻璃框啊，林木碰田，表示相当的舒气啊，很生气，拄好就刚刚好啊，累水头诶就是大铁锤，第25呢脚头就是锄头，26长叉就是叉扁，27弯哦就倒下来，弯下去倒下来，几堆耶就一堆。好，再请大家看，所以一个苗栗粗口又就举办过花虎林比赛啊，嘅虎林王花尾虎林太马条，险险砍死你，也句话就讲啊，讲啊亲有样样嘅花给虎林会砍死你，唔晓得专人家在花虎林唔晓得来专家呢，后来再看第三个，老虎嘛，走上个时间，非常的温柔，像老虎骨啊，其实，老虎骨嘅叔公啊，虎林谷嘅叔公，不但尊敬天主教，又来尊敬举世出名嘅乾隆虎哥啊，各位乡亲大家有谈过嘛？好，第五，老虎贤，老虎王。老虎骨，等三煞都讲哦，老虎嘅人呢，上到样板去，以关内行有看过啊，本文就是一种比喻碰风，关于讲吹牛安尼第六，一个虎林王讲哦，也公太嘅阿爸批发将虎林买本香港嘅万金油公司复配为万金油嘅颜料好，再看那个第七，牛骨盐盐过牛就讲盐上吊鳞呢就会射出来长出来射，鳞呢射长出来，叫做牛上吊嘅时间，一个特别有嘅现象。第八，看狗上人。万中千姿百态哟，也个就会讲特别讲鬼好看就讲看狗上人呗，有一句话但是后来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个典故嘅由来一个家本家咧，家型嘅也爱随家，家本狗型嘅也爱随狗型嘅人一个话呢佢當然都唔必解摘史下去，就可以了解其中嘅意思意義係樣嘅。家本家型嘅百下上去就往下落去，叫家本叫型嘅咧棒清叫一個典故，大家了解。如果搭叫人呢，就意思講如果嘅就好食，但是而家嘅搭批到叫嘅人都得業唔得出啦，得業唔得出難出咯好，再看到第九個虎林縣、虎林王、虎林谷等三煞都講有看過太煞惡事各位鄉親，大家有看過太煞惡事嘛所以嗰時看到嘅事情大家都會講不要忘記。有看過太煞惡事看太煞惡事嘛？各位鄉親，大家有看過太煞惡事嘛？好，第十，上手係小老虎嘅不宜看到總唔得看信仰下口入間房個主嘅叫嘅咩會出世也等等也唔好看，個有本人也有個經驗祖馬養子嘅時間一看在你哋位小老虎嘅人呢，祖我本嘅寫祖我本祖馬是太好，第11，上圖呢老虎嘛，本老虎骨騎馬下去嘅時間呢，都係是受
到底是欢喜太少，也是痛苦太久呢？各位乡亲，大家记得嘛？啊，老虎古欠老虎嘛嘅世界，老虎嘛我爱唔得啦哈，原因就係老虎嘅力量冇同一般嘅冇相同。第十呢，那個某人陳述經本來嘅意思就是講啊，每一個人台灣呢，本書經產到嘅，進退停三難咯，所以大家講阿妹哦喲，前世無修，一個條路非同小可，咩唔得啦，啊做唔得啦，啊，也就係講啊，一般人講啊，某人陳述經啊，一個就進退停三難。都大下嘅一個客家聯營史嘅問題啊，希望各位鄉親大家有限都看下嚟，我讀一聲，第1、2、3、4、5、6、7、8、9一個三個嘅就聯營史嘅上目，一個讀到5R2嘅時間呢，冇5R2就要用 V 嘅音，V 呢就大下就。嘅聲母只有 R、A、O， 按個數方面是一一個是那個哇、啦、呀、嘛，嗰度那、6就啊、7呢加、8呢巴，但音式嘅時間就冇就讀本音，就係字一個詞第二個用 A 音咩 ？A 音咩呢？就講啊，對於讀嘅基本大家嚟做一個研究。一個哇、喂、咧、耶、咩、呢、嘅、嘅、別，我嘅時間呢就我、了、有、麼、呢、我、個、波嘅音，大家知道。一個 M 就係。做有母為音嘅時間呢，就係唔係音拿來當聲母上母嘅時間，就變成母嘅音母嘅音就麥當勞麥當勞N 嘅音呢，就那個嘅音拿來當聲母上母嘅時間，變成那個音，變成 on 嘅時候on 嘅時間同 on 同 no。你冇相同 ，on 呢啲講啊 ，no 冇相同。按一個 ng 呢同我嘅音，按個嘅音，當有冇咪音嘅時候，嘅音，一個當聲母嘅時間呢，就我嘅音，R、A、O 嘅時候，嘅我，個呢，就 K 嘅音，拿來當聲母上母嘅時間，變成這個麼？那個歌嘅音讀一個一道音，波呢一個 P 嘅音拿嚟當聲母嘅時間呢，就變成個B 嘅音，巴貝波另外同大家所講呢，就是講A 音係實體字，實體字一個 R 同 O 呢是虛詞。一個虛詞就是一實體詞呢就是12按一個 O 相同是虛詞12一個實體字要用望文生義望文生義冇做看得到做啲嘅意思按一個意義嘅呢，乜嘅那個意義義就是用義共談嘅，什麼做嘢義呢？就係用冇做看嘅，所以大下很多就是因為聯音是共有8音，冇辦法是有8音嘅，只有加用依照一個音義性、音義性來做替上嘅呢一個呢頭前就指示代名詞，做數詞的呢是副詞。副詞頭前就一定就用乜嘅咯？就用一個形容詞、動詞。按介詞為介呢？
爷爷、爷阿公的、阿婆的，也就是它叫做名词、代名词。而且天意呢，一个天意上的，一个慢慢来，但是不会像是用海洛音，慢慢来啊，应该是慢慢来啊。一个注意这个高考数题都厉害，也就是用这个来用在字。在字是不同，是单位名词，头前是名词，没得动词啊。一个可能、是的、偶尔，一个有叹号的天意上。好，第三面呢，了是也就是一个音译型意思呢同形都符合于诗意的用途，也就是第三上那个糖可能、皮是的、偶尔、各个好的这都是音。那个的、可能的是的的、偶尔的、糖的在这头都讲过的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坚强、确记在心。好的话同行业都有练音师，练音有练音唱歌起来能好听，尤其俺那个客家的山歌，一定是要用练音师。所以来比下手机同一个李秋霞同吴传林老师呢，演唱的歌全部传统的山歌，一定都有练音，有练音弹起来呢就可以好听一个就过去传统的歌曲里头的个练音师的用法也还有部分改成了了，应该就是一个就讲个现代的问题，改的问题。所以练音师自古以来几十年研究呢，研究到民国57年研究到今都研究出来提供本各位相信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以上希望大家感谢你，再见。希望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